泰國經濟分析死路一條定係一線生機？各位泰國街坊同業主，大家好，我係阿 Lee。最近大家似乎都認為泰國好快玩完啦。最近呢，媒體上嘅言論呢比較極端，一邊話經濟已經開始崩潰，另一邊呢就話大公司已經投入咗幾十億到泰國，前景呢非常有投資潛力。其實呢兩邊嘅講法呢都有啲片面啦。喺呢段影片入邊啊，我會帶大家睇下真實嘅泰國經濟情況，睇下嗰啲錢呢究竟流向咗邊度，邊個喺呢度投下重注，而呢啲變化對於關心地產嘅投資者嚟講啊，到底係死路一條定係一線生機？內容純粹係我個人搜集資訊嘅分享，請大家保持獨立思考。睇完之後，亦都請大家話我聽呢類題材對你有冇幫助。我哋從最直觀嘅部分開始講起，回望2025年全年到2026年首季嘅經濟成績，東盟鄰國嘅增長勢頭依然非常強勁。先睇下排名啦，排第3位嘅係菲律賓，增長達到4.4%。第2位呢就係印尼，錄得5%嘅穩健升幅。第1位就真係無需多言，近年好多網友都已經由泰國轉戰越南，就算去越南要辦理簽證比較麻煩，都仲有不少人寧願香港、越南兩邊走，就係因為越南物價平，治安有改善，旅遊業有監管，而且有新鮮感，所以越南今年足足有成7%嘅增長。反觀泰國呢一邊，情況就真係有啲令人擔心。舊年泰國經濟增長只有2.4%，嚟到2026年 IMF 甚至將預測下調到只有1.6%。喺東南亞地區裏邊真係敬陪末席。對比香港，雖然經濟好低迷，但係今年預測都仲有3.5%左右，表現仲好過泰國。不過講句公道話，香港、韓國同台灣呢類屬於成熟經濟體，喺亞洲4小龍裏面比較，香港同樣係跑輸大市，反映出整個區域嘅經濟格局經歷緊大洗牌。再睇泰國，表面上仲以為泰國人嘅消費力好強，排隊買新款 iPhone， 餐廳假期都坐滿晒人。其實好多人係習慣性依賴信用卡或者貸款苦撐，銀行利息高得驚人。如果喺西方國家，呢啲已經屬於違法高利貸水平，內需基本上係靠住吊住營養水嚟保住性命。銀行由舊年開始不斷收緊貸款，因為違約風險已經升到最高點，消費貸款連續4季縮水，成個銀行體系連續6季負增長，總體家庭負債接近 GDP 9%，比起2009年嗰陣嘅經濟更加低潮，中產階級慢慢被壓榨榨乾。香港好大機會面臨通縮，泰國通脹連續12個月都係負數，全球物價都喺度上升，泰國嘅地價亦都喺度上升。不過部分民生商品被政府壓住，唔准加價，聽起嚟好似市民贏咗，但係其實如果對做本地生意係死路一條，呢代表企業想加價都好難，因為客人個袋根本冇錢冇實力嘅企業只能夠倒閉，而業主加唔到租金，對租客係好事，對買樓自住嘅人嚟講亦都好 OK， 但做本地生意就非常困難。不過如果業主買樓係租俾外國人，目前仲好有市場。泰國國內經濟同當年嘅日本差唔多，日本就係咁沉淪咗30年。再講旅遊業，中國遊客大幅減少，加上中國特有嘅一條龍生意模式，泰國人根本分唔到好明顯嘅經濟好處，再加上詐騙園區嘅醜聞，泰國形象跌到咗谷底。而家就算有遊客嚟到消費都縮減咗，一般酒店餐廳嘅收入只係剩翻2019年嘅44%。股市更慘，2025年 SET50 指數跌咗23%，變成全球表現最差嘅指數。外國投資者淨流出超過1000億泰銖。仲有一個最根本嘅問題，同香港一樣，泰國進入銀髮族社會。雖然泰國重視家庭生活，但依家嘅生育率跌到比好多歐洲國家仲要低。
勞動力由2019年開始急劇回落，跌勢越嚟越嚴重。專家計算過，到2040年，泰國每年會流失大約1%嘅勞動力。1%聽起嚟好似好少，請想象一下，成個國家最有能力、最肯消費嘅嗰群人，每年消失幾十萬人，納稅嘅人越嚟越少，老人家越嚟越多，生產力想提升都好難。泰國而家步入一個好深嘅困境，聽起上嚟係咪好嚴重？事實上，泰國喺低調地做住幾件大事。喺剛過去嘅4月初，國際權威嘅金融服務公司穆迪反而將泰國嘅展望調升到穩定，原因係以往嘅外國直接投資 FDI 持續有動力。過去1年呢，去泰國嘅投資申請達到1.37萬億泰銖，係60年嚟嘅最高紀錄。點解咁多大莊家唔怕死啊？因為有雲端同 AI 嘅幫助，亞馬遜選擇投資泰國50億美金 ，Google 投資10億，美國微軟亦都緊隨其後。喺18個月內，有150億美金嘅超大規模資金湧入數位基礎建設，第一次超越汽車行業，成為最大投資。再者，泰國一直想成為電動車生產基地嘅龍頭。比亞迪早喺2024年呢，就喺羅勇府，即係芭提雅附近呢，設立咗生產工廠。我去羅勇玩嘅時候，亦都覺得嗰度多咗好多樓宇，估計係為咗應付工廠帶嚟嘅居住需求。喺過去16個月裏邊，嗰度已經生產咗7萬架車，仲出口到歐洲。中國車廠合共投資咗超過30億美金喺泰國。泰國而家變成咗中國車廠避開關稅嘅後門。有人話底特律喺亞洲重生。好啦，再講講科技。如果你有留意嘅話，而家好多電路板 PCB， 即係綠色嗰片嘢，大部分極有可能係喺泰國製造。2022年起，有超過2000億泰銖投放喺 PCB 產業。全球最大廠商紛紛喺泰國設廠，嚟到避開美國對中國產品嘅關稅。呢個就係所謂嘅 China Plus One 策略。即係指企業喺保留中國作為主要生產基地嘅同時，喺其他國家建立至少一個替代據點。而家低成本嘅裝配由越南佔領，而資本密集、技術複雜嘅工程利潤就由泰國攞走咗啦。呢類資訊喺 IG 或者 YouTube 嘅旅遊影片裏面都睇唔到，但佢嘅價值比而家有錢人最中意投資嘅布吉島所有海灘度假村加埋嚟仲要高出好多倍。雖然大型基建好似高鐵、機場擴建延誤咗好多年，好似講大話咁，但係泰國開始嘗試從旅遊業轉型呢件事，似乎係真喺度發生。希望泰國普萊大師所講嘅泰國未來幾年都好難翻身係錯誤嘅。想知道更多就去深深解碼觀察室吧。外資投入布吉島係因為環境非常符合佢哋嘅口味，特別係靠近機場同百萬大道一帶，好多香港金融業高層都將家屬轉移到呢度居住。曼谷更加唔使多講啊，雖然成本已經好貴，但新嘅發展商同居住理念喺重新定位啦。呢啲錢真係唔係嚟玩嘅，佢哋全部都係認真嘅，帶住重金下重注。如果大家只係睇 GDP 同泰國人嘅家庭負債，泰國嘅表現確實好差。但係如果你睇住呢盤亞洲大龍頭開出嘅巨額支票，你會見到完全相反嘅方向。難怪普萊大師又話，將來好多泰國人要幫外國人打工。我估計呢點一啲都唔意外。呢一集如果你有收穫，記得訂閱，我哋會繼續製作，選擇去邊度長住，仲有好多嘢需要了解。如果你最近嚟過泰國，歡迎留言分享你見到嘅真實情況。我哋下次見。